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頭場賽事新馬1000直路大熱係4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正常都出閘嘅。前面快少少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大面箍啊快活精神想搶嘅，中檔呢仲有知道穩勝嘅黃袖嘅，外欄有2隻紅黑直間衫嘅解馬，出邊灰馬神燦金剛啊，尾3位置就63馬達啦，尾二紫色眼罩美洲狼，暫時殿後係不勞而獲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呢就快活精神啦，響外欄係知道穩勝啊，第3位嘅馬係解馬啦，外欄第4神燦金剛啊，入邊嘅馬63尾3啊馬達啦，尾二走入去啦就不勞而獲追㗎啦，後啲嘅馬先有美洲狼啊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快活精神呢接嚟咗一個身位嘅，見到入邊呢有不勞而獲一路追緊上嚟㗎啦，後邊嘅馬外欄又知道穩勝啦，中間呢仲有隻馬達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不勞而獲已經衝咗上嚟，咁啊第2名嘅馬呢就快活精神啦，第3名係馬達，第4名係解馬。咁啊，結果呢隻不勞而獲頭段呢都縮咗喺後邊嘅位置㗎，中段都急急地㗎啦，都要嗱嗱聲上嚟。終點前將快活精神趕過咗，跑第3名係馬達，第4名係解馬。不勞而獲，周俊樂復出就先拔頭籌啦，跑第2名係快活精神啦，都雙雙拋離咗個馬群㗎啦，第3名